逢周六，香港人就北上尋歡。第一站就係深圳灣口岸，二站我就去咗深圳人才公園附近一個商場。深圳有一個二手市場，咦，梗係唔係買普通嘢啦。二手市場話呢個係大型嘅附屬品，主要係售賣，梗係名牌啦 ，Chanel、LV、Gucci。最緊要你嘅貨品係咪名牌，或者你有冇心水嘅貨想買，走入去睇下先。女性梗係有啲購物狂，當你買到心頭好嘅時候，着一着，咦，又好似個款過時，咁啲貨你又會擺喺邊呢？而家有啲叫做二手市場，但係往往個心態會由斷捨離，咁你就要明智地選擇你嘅貨品。深圳有好幾間二手市場，而我今次去深圳灣萬象城南山。時高級嘅二手貨，哇，都非常之貴嘅，因為佢有一個限量版、聯名版，或者市面上買斷晒，只可以喺市場嗰度抄一抄佢。除咗名牌嘅衫褲鞋襪，原來珠寶首飾都有市場㗎。有市場貨品種類多，咦，甚至杯碟，哇，仲有小朋友睇書，真係咁有品味。我哋只係 window shopping， 跟住我哋去第二個行程，因為放假，我哋準備去中山食乳鴿。地鐵前海灣 B 一出口，其實好平嘅啫，搭巴士18蚊人仔。如果你喺深圳灣口岸搭巴士去中山就要60蚊，咁咪麻煩啲，梗係要轉下車啦。搭巴士只需要1個鐘，由深圳去到中山。嚟左右有冇朋友移居去中山呢？有人話中山價廉物美，我哋今餐去一個酒樓食飯。錢啊！10蚊有找1號，10蚊有找啊！嗰個俾你做貼士好唔好？咁啊少個頭喎，又少得滯啊！喂，好唔好食過嗰個名鎮呢？唔知喎，我都未食過，都係第一次啫喎。好啦，食完話俾我聽啦。琴就唔係好琴嘅。唔得啊我。得唔得啊啲乳鴿？可以，好味。好味點好味食先？我哋有話齋有肉汁咯，街咁寫到，我唔知係咪啊？炒飯30幾啊，10幾啊？
38 38。呢個豆腐呢，即係話我哋食咗乳鴿啦。哎呀，趕唔切啦，又要食飯啦。豆腐嗰啲啊，豆腐。我哋4個人食飯，總共用咗186個6。食完飯梗係散下步，我去咗宣文西路文化步行街。你可能問我，咦，你喺中山住喺邊一度？其實邊度都得啦，最緊要就腳。我哋當日呢就住咗個間，即係民宿類似呢，就130蚊2個人，其實好經濟實惠。等下個建議俾你睇。中山係非常之適合週末快閃，我哋星期六下晝出發，夜晚就到達咗中山食晚飯，跟住行下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夜遊船河。哇，其實呢度附近係非常之多㗎。中山唔使我介紹啦，孫中山國父就喺呢一度出世，同埋有唔少商人都喺度經營。呢個幾個銅像其實係介紹我哋香港好熟悉嘅百貨業先施永安大新新嘅創辦人。順便食宵夜，食雙皮奶，我覺得而家揾雙皮奶都幾難。第二日我哋去睇繡球花。中山西區月新村嘅初夏，藏著一幅絕美嘅田園畫卷。咦，點團圓法呢？有粉紫、雪白、淺藍嘅繡球花。第二站我哋去到中山曹邊村。2點又係午餐時間，哇！呢度好多嘢食，有個雅坑飯煲，但係我哋係揾一間曹邊學校。哇！有一頂好啊，有2頂好。曹邊學校建於1929年，佢建築物採用中西合璧風格。曹邊學校改裝成為飲茶、午茶嘅好地方。幾多錢啊？幾多錢？咁問我價錢。條一條底，我要呢你冇見哇！背脊啫。啖肉幾靚，你望下。呢
支包啊呢？我哋食得好快㗎，而家又等食呢一個豬翅。狀元及第粥，話個料足唔足呢？午餐行完曹邊村，趕住第3個站就係珠海，估都估唔到我哋由珠海返香港。爭曹邊村搭呢個滴滴大約90蚊，返到港珠澳大橋，哇幾充實嘅2日行程。